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9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开始，咱赶紧来看伫早暗，天顶有同齐出现两大天文奇景，一个是天狗食过的月全食，一个是红月炸天王星。若即摆无看到，后摆就要等到西元4344年。带乡亲，咱做回来看。大家请注意看我们的画面。 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血月的边缘，那个小小的点，就是我们的天王星。月表面是红铜色挂伫天顶，这是俗称的火月的月全食。详细一看，倒边下开天王星慢慢互月掩掉咧，两大天文奇景，月全食加上月掩天王星，未斗阵出现是真罕见。 我们在台湾要再看到这样的一个月全食，然后掩住了那个天体是天王星的话，掩入了。日头光透过地球大气层凹射，投射到月球表面，互月球出现红色，所以有火月的称呼。研究人员指出，月食、月全食或者是月掩行星，平均1到2.5年就已经看到；月掩天王星是真少看到。 毋过月食、月全食要同时配合月掩行星，就真罕见咯。一摆要看到，就要等到4344年。 太阳、地球和月亮连成一直线，地球的阴影遮住了月球的表面，使得月球表面转为暗红色的天象。这个时候，如果月亮又刚好遮掩住一颗行星，我们称之为月掩星的天象，要能够凑在一起，需要地球、月亮、还有天王星以及遥远的太阳这4个才有办法发生。 暗时7点到8点之间，就看到这奇景，差不多到暗时9点57分，月亮才完全恢复本来光度。过程差不多是1点钟26分。毋过，互北北基甲宜兰天文台真可惜的是，初八规工拢有雨，全台只有西半部甲中南部有较好的观赏条件。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高雄大寮伫拜二半暝啊发生枪击案，2台轿车和3台轿车连续开15枪，有2个人着枪，凶手尾也互选去。高雄的警方14点钟来，即马已经抓到人，伫台东甲屏东的交界抓到5个嫌犯。初步即马调查是双方有冤仇，但判超袂平，才会伫大路开枪。在14小时之内，我们透过大武分局。 应用反撞车的一个方式拦截、围捕到送信滋事的犯嫌5名到案。犯下高雄大寮枪击案了后，嫌犯道驶车往南部逃走，中途佫换车，毋过也是互警方锁定，伫台东甲屏东交界新兴草埔磅坑口查到，车顶佫超出现金甲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是但判未下，才造成枪击。经过初步的查证。 双方的犯嫌，因系故屡生口角，产生互呛，因而导致今天邀约谈判而发生枪击滋事案件。 韩国目前，互人开枪甲开枪的人双方拢对案情讲一寡无要无紧的部分，详细原因、枪来源甲非法金流爱去调查。另外，林恩典佫强调，今年高雄枪击案到目前为止有13件是落岛上街，也是高雄市这几年来上街。警方会继续维持强力查获制捕，希望候选人针对个案部分，唔通袂记哩基层同情为维护治安所做出的贡献。记者综合报道。 那8月底时，台南才发生台警察的案件，初八透早，佫有食酒起酒狂的民众失控，先拍伊的女朋友。警察到现场了后，佫驶车要弄警察，而且佫举刀啊要扑警察。警方开14枪，用警棍才甲嫌犯压制，目前已经甲伊移送法办。 支援警力伫路上对讲机迄边已经传来枪声，到现场就看到一名被杀查甫人举刀掠警员，到算跋倒，佫差1点仔，互警车弄着，也无停落来。台南8月才发生杀警案，警方毋敢待机，赶紧落车，连开几下枪，佮大声喊警告。代志发生伫初八透早4点外，台南新华的中山路，查甫人因为酒醉伫路边对女朋友家暴，警方接报到场，想要告查甫人先开车冲撞，造成警员倒空换受伤，随后佫举刀溜咧扑。当下看到他拿西瓜刀，生命受到威胁，所以就马上怎样？对，就马上那个拔枪。随后赶到了同仁，
亦立即持辣椒水喷向嫌犯，并合力将嫌犯制服。当警仔拍落查甫人的刀了后，警方赶紧将伊制服。不过，这件实境事件所以毋但是受伤的警员，嫌犯开车冲浪的时阵，也弄害加油站的惠普家庭伫边的车，维修就要开10几万。伊上车伊无赔，赔也无得赔啊。并且这个单弄这个伊也无要赔个，家己。专案调查了后，以妨害公务、伤害毁损、公共危险酒驾、家暴、加妨害自由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将会继续清查嫌犯，敢是有另外涉及其他刑案。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引起社会讨论的是咱国内出现吹头路的诈骗案，佮害死人命案件。警方继续追查，伫屏东的乡村佮抓到嫌犯。目前专案已经抓到28个嫌犯，有救出受害者58个人。歹徒是安怎讲领地、讲苦毒，即马受害者的画面拢见光。几60人徛伫个细间房间，看起来真无精神，手甲骹好亲像互人限制行动，也有人目睭互人往起来。这段伫网络公开影片，警方证实都是进前伫淡水查到的救济诈骗案，嫌犯加紧救济者的据点，那是是毋是共党翕起来回报状况，爱搁追查。一个上这台，来，这台钥匙。警方为民宿带一对查甫出来，伊就是外号龙虾的姓涂嫌犯，甲伊姓廖的女朋友。姓涂嫌犯甲进前互新北警方查到外号地党的姓陈嫌犯，拢是即届加紧救济诈骗民众的诈骗集团，同款拢是干部。即届好亲像马生密起来，去互警方抓到。他可能知道我们早晚会查到他，所以开始就等于是逃亡了。逃亡就跑到南部去嘛。或许他是等风头过后，如果没查到他，他再回来。即届伫南部民宿收网以外，另外还有3个共党的掠教案，累计已经查到28个嫌犯。即届台办干部制救济诈骗案件，新北警方分别伫新北淡水、桃园中立查到加紧据点，目前拢总救58个人出来，不过有3个受害者互人虐待致死死亡，因为警方扩大查缉，集团成员四界走。即届伫屏东恒春的民宿掠到人，外团姓涂的嫌犯好亲像是要偷渡去菲律宾。这里偷渡敢有方便？偷渡靠了方便无方便呢？警方表示，目前并无迹象显示姓涂的嫌犯想要偷渡出海，不过原来会会动海巡单位加强查缉防范，并持续向源头追查，看是毋是有幕后主嫌。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这2天北部、东半部会落地渐雨，西半部的山区、平湖、金门、马祖受13把雨，其他所在拢是多云到好天。咱同齐来看云图。今日受华南云雨区也有偏东风的影响，伫这方面的大台北也有东半部会落地渐雨。若基隆北海岸、东北部雨会落较粗，桃园以南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敢若山区有13把雨。温度的方面，伫北部、东半部日时的高温有26度至28度，中南部是29度至30度，不过各地早暗拢较凉，低温大约是20度至22度。另外，今仔日中南部熬大雾会影响能见度，气象局嘛有针对嘉义、台南发布大雾特报，能见度无到200公尺，云林的能见度嘛较低，这个所在乡亲拢爱小心。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4000多个本土病例，死亡有15例，病例数有一直在降，疫情有转好。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即马有咧研究刷落来，伫户外会当唔免挂喙安。若9合1的选举11月2日要登票，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强调讲，因无规划要甲确诊者的名单交互中选会，要毋过若是有发现确诊者隔离期间逃走出去登票，就会依法处罚。9合1大选投票剩较无3礼拜，虽然中选会规定新冠肺炎确诊者袂使出外投票，不过各县市做法无同，传出有部分县市要求提供确诊者隔离名单予投票所，避免确诊者来领票，这原来引起外界议论。对这代志，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并无规划甲确诊名单予中选会。若做有确诊者违反规定出外，有危害别人的义务，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还是新台票20万以上200万以下罚金。那个礼拜，那应该是以5+N 的方式来做处理哈，所以如果还在
5天的居家照护期间，那请民众遵循这个传染病防治法，依照规定是不得外出。新冠本土持续降温，指挥中心为这个月初7开始分做2阶段放零防疫措施。外界关心肺炎令什么时阵放零？指挥中心是讲当地收集资料，并表示世卫组织 WHO 建议，互我唔免强制挂嘴安，台湾也有可能同款。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就是说，可以考虑，就是说在室外、户外的部分，是不需要强制戴口罩，但是还是都建议，就是说在室内或者是人潮拥挤的场所来戴口罩。在新冠本土疫情方面，初8拜日新增加24,935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33例，死亡有15例，从5月11日以来，让181天单日死亡病例的新低。中国感染人数累计有6.5万多人，差不多占全国统计3%。但是指挥官王必胜拜日半暝，雄雄伫面册公布高端疫苗 EUA 14个审查委员的背景。指挥中心是讲，这是要让大家知影，确实有这个专家。并不是卫福部家己讲的准算。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国民党的立委罗明铁昨昏伫立法院总质询的时是讲，今年伫嘉义国中南院所举办的国庆宴会，无人机的表演所使用的无人机和软体，全部拢是对中国侵进一间公司来的，这个拢有治安还是国安的疑虑。行政院长苏贞昌听说知影了后是真生气，讲监管无爱这个表演嘛袂当安尼，讲会去调查清楚。继续来关心自由时报，台湾桃园永丰分霸昨昏宣布，会以一个月薪水超过20万美金，差不多是640万台票，要请 NBA 魔术豪尔德来咱台湾拍球。今年36岁的豪尔德是2004年 NBA 选秀的状元，18个赛季拢有真好的成绩，毛8届入选明星赛。咱台湾的篮球界头届出来 NBA 大咖的勇将，分霸伫拜6的时嘛会开加盟的记者会，若豪尔德的球衫会是12号。来看联合报，教育部这个学期开始推动中小学逐班拢有网络，大家学生囡仔拢有平板电脑通用。验过根据联合报的调查，网络设备无啥动头，老师教课意愿嘛较低，而且所谓教学能力嘛需要加强。这3大问题拢爱解决。若每一个学校落实程度嘛无啥共款，这嘛恐惊会增加都市甲庄脚的所谓差距。继续来关心，有一个有病师5当前骑奥多麦的时，经过台北市某一个上车路口，因为3面的车红灯拢是青灯，害伊去互车弄到，致使伊的腰脊骨受伤，伊是要讨国赔。法院即马已经宣判，国家爱赔伊133万。若台北市政府是表示，因还未收到法院的判决书，等收到的时再来研究。一个细腻的有病师，2017年骑奥多麦送货的时阵，经过安和路2段171巷，要行过敦化南路2段时阵，车红灯煞故障。根据迄当阵录影的画面显示，路口的3边拢是青灯，致使伊去互一架车为倒边落落，腰脊骨全安尼受伤。因为烦恼影响生育的能力等等，所以提告请求国赔。法院初8判决，会甲赔偿133万外确定。那他从那个安和南路2段171巷，其实车速相对应该说是蛮快，没有在注意那个车前状况。但是因为号志故障的话，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法院的那个判决书，那会是收到这个判决书之后再办理后续。针对号志故障的部分，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嘛提出改善的做法。包括交通号志定期巡查，还有提高台北市主要车路警察巡逻的比率。我们号志除了每4个月有定期的巡查之外，那1999接获故障的时候也会通报我们。那我们处理的原则就是会即报即修。另外本府也有成立那个交通顺畅小组，对，那远警也会加强通报我们故障的部分。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嘛提醒民众，交通号志是电子产品，加减了是会故障，赛车骑车都要注意车红灯运作的情形，而且配合警察的指挥，嘛要提高警觉，确保行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嘛是咧台北市，这是台北市的南港有一间幼稚园传出涉嫌苦毒囡仔，有家长是指控讲老师会甲囡仔扇喙皮，阁有一个老师甲2岁半的囡仔抓起来倒头栽，互这囡仔摔伫涂骹。教育局即马表示会去调查。抓到这2岁半的囡仔的阿妈棍用力往后壁扭，阁抓到双骹倒头栽，囡仔一直哭，姓老师毋若是无插，也将囡仔等伫地板就离开。台北市南港有一间幼儿园，互家长指控涉嫌虐童。他就让他在那里哭，万一小朋友掉下来，可能就是摔到脑或是颈椎，然后之后就看到后面刚才影片的事情。这样，隔天早上我就去学校调监视器，想要了解说为什么孩子会受伤。他看到我儿子受伤了，他连问都没有问，就把他抓去旁边打了他4、5下，再把他的手举高，叫他去旁边罚站。原来涉嫌虐童的，也毋若是只有一位老师。代志会见光是姓崔的家长伫10月底，先发现囡仔的面、阿妈棍、甲胸坎拢有伤。调查监视器了后，才发现囡仔是互姓卢的老师扇几下喙皮，也发现有其他的学生疑似互不当管教。不好意思，身为老师，我做错不好示范。抱下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先去抱他的脖子，然后再用这只手去抓他的2只脚，可是。影片出来的就是我还好，我是2只手。去防指控的幼儿园有其他家长讲，若讲是家己的囡仔互安尼对待，会真艰苦。北市教育局也已经介入调查。我们不是当下的家长，所以我们也不太晓得是怎么样。如果是自己这样，我们当然会很气愤。如果在调查确认之后属于情节重大，依照我们台北市的统一裁罚基准是不排除减招、停招。停办，最后甚至会废止许可证明。教育局讲，若调查确实2名老师有不当管教，会登录伫无色情教师资讯系统。另外，因为现场有真侪囡仔看到司法经过，册备会有团体进驻幼儿园，帮助幼童心理辅导，也会释出其他准公托幼儿园名单，提供家长互囡仔转到其他幼儿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运也是真好运，连续巩固40期的美国威力球的头彩，奖金超过20亿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651亿。册备的时头奖伫美国加州开出来啊，而且是一个人总无。威力球头奖彩金20.4亿美金，创下全球头奖上冠金额。要首相第一回1万好客人，这张彩券是伫洛杉矶东北边，爱踏伫一间汽车维修厂卖出去。I wish I know who the person, but most people buy the tickets from me. They are from the neighborhood. So I hope one of them is gonna be the winner. 着头奖纪录是2.911亿分之一，奖金也打破2016年的15.86亿美金的纪录，而且迄个时阵是3人分的，这摆中奖人是1人得到。目前也毋知影伊的身份，已经选择一摆领99.976亿美金，或者是分29年领，根据以前经验，大部分选一摆领。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it safe. You do need your ticket to claim that prize. And then usually we advise big winners of this much money to get some financial advice, get their affairs in order, consider hiring a lawyer. They have up until a year to come forward. 不过美国税务机关依然会扣差不多40%的税。威力球顶一摆头奖是伫8月初3伫宾州开出，了后连续40期开奖拢无人得头奖。头彩彩金也愈来愈悬，引起真侪人买。虽然号码用家己选，不过电脑选号较侪。这期的奖号原本初7暗时会出来，因为需要搁较侪时间来安全协机验证。美国加州彩券局迄时阵就宣布，然后开奖。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那美国即马当地举办期中选举，当地登票会改选总计425席，也阁有35席的参议员和36个州长。今年提早投票的人数已经超过4000万人。那即摆选举看起来共和党赢面较大。美国即摆期中选举将改选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总议员全体425席，36位州长甲真侪地方官员。目前两党伫国会差距真细，共和党只需要伫参议院加提1席，众议院加提5席，就会当取得2院多数。因为历年期中选举拢对执政党较不利，共和党要拼2院过半，互拜登总统特别摆卡的可能性并无低。
专家表示，若讲东华为台湾时间初9早起8点起的第一波计票，共和党先伫维吉尼亚州甲北卡等激战州取胜。到台湾时间中昼左右，中西部选票也处伫有够优势，真紧就会当判断共和党也面大。毋过，若讲伊伫开国生花10外的众议院激战区，拢也定现调着，将伊尾结果可能爱拖几工才会定论。这是因为每一个州对有假选票有无共的计票方式。加州、内华达州甲华盛顿等几个州会以选举日邮作为最后上假日，部分选票可能晚几工才收到个统计。另外，今年提前投票比4年前更加踊跃，4200万人已经提前投票，包括佛州、北卡等州。温准伫投票日进前，先将选票拆开放伫投票机。加紧计票，宾州、威斯康辛等其他州是爱伫投票日迄天才会当拆开，因为民主党人提前投票比例比共和党人较悬，所以先计算有假选票的州，开票初期将会出现民主党大大领先的幻想，互叫做拿下幻想。但投票日实际投日，共和党人较侪的选票也计算进去，才会回归现实。先计算初8迄天的选票，再计算有假选票的州，会出现共和党大大领先的红色幻想。那参期期属于什么人，可能要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会当知影。关键关键可能是宾州、亚利桑那州甲乔治亚3个激战州。乔治亚州若讲无候选人摕到过半选票，也将伫12月初6举行第2轮选票，可能安尼牵动参期期控制权的上尾归属。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继续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已经10个月过。美国有媒体即马是报讲，美国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有甲俄罗斯政府高层接触，希望这场战争的冲突唔通阁扩大，双方上好会当坐落来好好讲。若苏利文嘛有对外证实这件代志。另外，阁有媒体是报讲，白宫目前是并无要求乌克兰爱赶紧和俄罗斯谈判，也毋过希望乌克兰上无爱愿意当面坐落来讲。帕特鲁舍夫甲乌夏科夫2个人拢长期参与俄罗斯国安甲外交团队，其中乌夏科夫也担任过10年的驻美大使，正做美国之间重要的沟通窗口。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初6的报道头一摆讲到，两国外交甲国安高层继续进行沟通，主要的目的是避免乌克兰冲突情势扩大。I do believe that maintaining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also believe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every country who is affected by this conflict. 也毋过，美国也强调，目前沟通的目的只是为着保持接触，无伫随爱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另外，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也报道指出，北京目前无着急要求乌克兰随甲俄国进行谈判，也毋过至少爱显出愿意和谈的姿态。那乌克兰要求先将普丁救落台的先决条件，美国也呼吁乌克兰放弃这项要求。另外，美国进行中的期中选举，共和党有国会议员主张，若讲摕到众议院甚至两院的多数，将会削减予乌克兰的援助，予后面分担更加侪的资源、财力甲物力。北京对此赶紧出面拍火，强调支持乌克兰是两党的共识。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Ukraine will be unflinching and unwavering. 共和党阵营会有积极的声音，主要是来自 CBS 等媒体报道指出，后面运往乌克兰的武器只有3成会真正送到前线，其他7成拢毋知去倒位。乌克兰也真侪摆技术美国指派稽查官员查获支援资金的实际用途。也阁有伫北韩技术支援大批武器弹药予俄罗斯这方面，美国认为卫星相片翕到的北韩往俄罗斯的列车，就是运输炮弹等武器，总数达到数百万粒。对此，俄罗斯甲北韩怒火尽。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那G20的峰会后礼拜就会伫印尼的巴厘岛举办。印尼的军方初时的时有先举行小型的军演，而且嘛对外宣布讲，伫峰会的期间，因会派超过18000人加强巡逻。也毋过外界上界关心的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敢会到位？总讲普丁有去参加G20，安尼就是俄乌战争开始前了后，普丁和美国甲北约组织这国家的头人会头摆见着面。整齐列队进场接受教育。印尼军方礼拜一伫巴厘岛第一大城登巴萨举行小型军演，高规格应对后礼拜要举行的20个集团领导人峰会G20。
Jumlah pasukan total 18.030, tetapi ada di situ di dalamnya unsur Polri, unsur institusi lain, sehingga untuk TNI sendiri 14.300-an。 G20第15到16举行，目前确定有16国领导人会出席。面对各国领袖来访问，印尼派出海陆空三军严加戒备，要确保峰会期间安全无问题。对外界上关心的俄罗斯总统普廷是不是会出席，印尼军方嘛唔知影。Minimal kita sudah komunikasi, termasuk dengan Secret Service-nya Rusia. Kita sudah akomodasi segala yang dibutuhkan. Sehingga minimal dari kami ini mendukung penuh. Sehingga keputusan kalau dari Pak Menko Marves tadi bilang, keputusan itu yang jelas bukan disebabkan oleh tidak kooperatifnya kami. Tapi kami sangat kooperatif, akomodatif, berusaha untuk menampung apa yang dibutuhkan. 普廷是不是会出席，真互人注意，因为若做伊出席 G20，这就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了后，俄国总统头一遍甲美国以及北约这些先国家领导人做伙伫同一个场合出现。美国讲会伫峰会里捍卫乌克兰，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前表明有普廷就无意。印尼总统佐科威切切接受访问的时阵讲，伊有强烈的感觉普廷未来参加。克里姆林宫是回应普廷是不是出席 G20，这礼拜都有答案。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向请咱同齐来看世界。印度的外交部长是伫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见面会谈。虽讲印度是较晚西方的国家，而且嘛是四平安全对话的成员国，也毋过印度的外交部长是形容讲，印度和俄罗斯两国的关系特别稳定，而且已经有通过时间的考验。这届见面嘛是两国的外交部长伫今年第5届见面。来关心欧盟的气候监测机关是表示。欧洲伫今年10月份也真热，而且创下有史以来的上高温的纪录，这是比1991年至2000年高出2度。继续关心欧盟，拍算伫第19届华盛顿公约的大会顶头提出反对禁止河马伫全球的贸易做买卖，也毋过这是引起非洲10个国家的不满。镜头转来，咱来关心物价起钱变薄。主计总处嘛有公布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2.72%，虽讲是比顶个月有小可降低啊，也毋过也是连续15个月超过2%，超过通货膨胀的警戒线。而且民生物资起上济起6.9%，嘛是13年半以来的上悬。钱变薄，民众一定拢真有感觉。看到真清脆的菜色，配豆皮、卤卵甲菜脯，尾啊，再搁放一块大地的卤排骨。这个陪民众行过20年，代替经典的茶客饭包，是真受民众的欢迎。不过，因为这个便当客啊是茶做的，伫考虑成本，还有设计印刷的规划，未来拍算袂搁袂啊。所以我们呼应环保，也支持环保，那也要呼应我们的成本，所以我们后续都推出新系列的便当。主计总处公布10月份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有到 2.72%， 虽然比顶个月有降淡薄啊，不过也是连续15个月超过2%通货膨胀的警戒线。今年1月至10月，平均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起 3.04%。值得注意的是，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 CPI 起的幅度持续扩大到 6.9%， 创下164个月以来的新高。其中鸡卵是起 39.99%。沙拉油甲调理油是起 15.46%， 胖嘛起 8.76%， 显示数字性通货膨胀也未完全转好。饲料价格上涨，那使得鸡蛋、大罐鸡蛋还有鸡肉、猪肉的饲养成本仍然居高。沙拉油主要是要黄豆嘛，面包成本就比较多，当然主要就是一定会做到面粉跟奶油，受到那个国际原物料居高，还有新台币贬值的影响嘛。另外，财政部公布10月份出口是399亿3千万的美金，年减 0.5%， 连续2个月负成长。主要出口不好的产品包括塑化、基本金属、工学器材，拢因为需求减少，年减1亿8千万的美金。伫5大市场内底，10月份出口去中国甲香港的金额是147亿2千万的美金，是自20个月以来上佳。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选战。无党籍的苗栗县长候选人郑东引，甲农地变做沙石地争议，即马也
也未收煞。民进党的立委蔡白时有专工去台北地检署控告郑东锦涉嫌违反区域计划法。而且嘛讲，苗栗县长徐耀昌涉嫌贪污治罪条例有暗号独立的嫌疑。不过苗栗县政府是表示，因这一切拢合法，而且嘛会配合司法的调查。去台北地检署市陵，民进党立委洪新汉、甲新发会，各无党籍苗栗县长候选人郑东锦，甲苗栗县长徐耀昌。因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初七去苗栗考察，直接去郑东锦持有的一块农牧用地会勘，发现已经规个变做是沙石山，认为涉嫌违反区域计划法。因为苗栗县长徐耀昌涉嫌有贪污治罪条例、包庇独立的嫌疑。中警议长已经违反区域计划法的21条、22条。苗栗县的县长徐耀昌，他包庇，他明明有法规在手上，但却刻意的不去使用，其实是违反的贪污治罪条例。两个人提出6年来违请空翕图，讲这块农牧用地10几年来面积一直扩大，最后变做沙石山。不过，县府11年来，敢若采罚91万，完全无啥物作用。当地居民受到营养、空气污染、甲水的污染，是真困扰。郑东锦竞选总部表示，郑东锦敢若有土地持分的5分之，而且完全无参与经营，民进党是完全揾唔到对象。议长钟东锦只是把土地租给砂石场，完全没有参与经营，而且地主有5位，议长只是持分1/5。根据法规，违反土地使用需要罚的是行为人，不是地主。民进党立委搞错对象。郑东锦沙石场的争议一直在拖，绿营提出诉讼结果，希望检方赶紧调查。因为苗栗县府表示，一切依法行政。若有需要，会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11月2日就要登票，就要选举啊！民进党800几桃4个市长的候选人同齐开记者会，伊是做伙推出一个1个月12块首都款交通月票的证件。不过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表示，类似的方案甲证件伊早就讲过啊。那黄珊珊是批评讲，进前台北市咧推出1280块的月票的时，中央也无补助，另外即马即个证件一年就要开35亿的预算，这钱要对倒来？是中央出，还是地方爱家己总钱？爱先讲好清楚。每月1200，北北基桃我都行。户口号展现团结的气势，剩18天就是9合1的选举。绿营800几桃市长候选人举办共同证件记者会，宣布要推动每个月12块首都通交通月票。除了小北捷运以外，嘛包括国道客运、台铁、机场捷运、公共自行车等等的交通运具。中央的一个政策目标，节能省碳是它的目标。那区域的联合生活圈的更便利性，这也是中央的目标。在符合中央目标之下提出来的治理计划，当然中央在财政上会给我们一定的协助。800几桃首都通交通月票下用的范围，为原本城北捷运1280块的月票，扩大到基隆市、桃园市等等的县市，按照每一年爱增加35亿的预算。针对绿营推出这个政策，那边也有做出回应。多元方案还有扩大这样子的方案其实我很早就提出来。那我想这个部分民进党他们愿意拿当真办，我们也表示这就是一个好的政策。还是就是因为台北市不是民进党执政，所以你要选举了才跑出来关心这件事情。那台北市在推1280的时候，中央有补助过任何1块钱吗？黄珊珊嘛进一步提出质疑，每个月12块首都通交通月票。估计每一年增加35亿的预算，是由中央补助，还是地方政府来负担？强调到目前为止，台北市拢是用天管基金来补助，而且已经真侪年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警察大学的校长陈德文、洪亚讲5当前，伊是参乌道同齐去交泰所，不过伊本人是出来背会讲，伊是咧收集情报。不过警政署长黄明昭昨昏表示，这件代志事先无报备，事后嘛拢无交报告，所以续落来会交予内政部看要安怎处理。那陈德文是表示，专案即马已经由警方处理调查，伊无想要搁加讲。
警大校长陈德文5年前的影片，互人抄出来，也是警政委员的伊有去私人招待所甲乌道食饭。伊第一时间坦白承认，强调当初是为了收集情报资料才会到场。毋过警政署内部的调查了后，初步证实陈德文事先事后拢无合备。经过警政署杜阿市将历次的一个报备的情形的名单检视是没有报备的资料，也没有事后报告接触内容的资料。警察因为公务需求接触亲像乌道这种特定对象，警政署长黄明昭是讲，依照规定，除了爱事先报备，事后嘛爱提交报告。不过伫听书陈德文无合备记录，是毋是会处罚？黄明昭是讲，相关内容爱搁进一步调查，最后由内政部来决定。警政署的，如果他们有详细的资料，当然就要提供给内政部的政风处嘛，然后再做一个完整调查。内政部是讲，目前政风处当地这个铁查，后续原来同齐检视警政署的调查结果，再做处理。不过陈德文离退休敢若剩1年外，即马煞出现警纪风波，伊也回应专案当地调查无方便加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阳明交通大学团队伫7月份的时，有伫屏东旭海成功发射火箭。若昨昏载，成功大学的团队嘛成功发射咱家己制造的火箭。火箭成功伫天顶分开，而且有完成点火。明年阁会进行第3届的试射。各单位注意，火箭飞行测试。进入最后阶段，规片区域情况。火箭向天顶起飞。特别早起6点47分，成大团队研发的2载式混合火箭伫屏东旭海的第2科研火箭发射场成功发射。采取比较低的发射，应该是脱节点火都有成功。那第2节飞行的高度多少，我现在不太确定，目标应该都有达成。详细的数字我回去还要再确定一下。这支6.2公尺长的火箭，伫关键两座架甲收载机器上，为设计到制造，拢是由成大甲台湾团队打造，完全 MIT， 主要是以2019年发射的1500公斤级推力混合火箭为基础，经过3年改良，来验证高空点火甲高空脱节等关键技术。第1载火箭推进13秒了后脱节，第2载火箭初步判定也是由点火推进，也毋过将其尾的飞行高度也是要由团队检验。高度应该没有到预期的高度，空中点火是比一般的困难很多，因为它不像在地面可以抓住火箭的姿态，也不容易保持。真的要发展更大的火箭，那一定是多节的。2载火箭伫国际间并毋是安尼看，也毋过台湾想要伫太空领域继续侵华，发展多载火箭有伊的必要性。这支科研火箭原本8月要发射，也毋过团队伫发射进前发现问题，所以重新申请，结果10月佫因为二三风台来搅局暂停。即马总算伫11月初8发射成功，有计伫明年进行最后的第3摆试射。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19岁以上的民众有一半的人腰伤过粗，也就是有伤过大箍，甚至有民众 BMI 是正常的，也毋过腰围是超过标准，代表腹肚内油伤济，会是代谢症候群的高危险族群，熬治着心血管也是糖尿病。30外岁徐先生半年前体重80多公斤，腰围36寸，原本无特别注意，也毋过因为身边有朋友突然破病，互伊意识到健康的重要，开始健康饮食，慢慢瘦落来，加上运动，即马腰围无到28寸，除了外表看起来更加少年，健康状况也变好啊。就身旁朋友啦，对啊，就是也是过胖，然后就忽然就这样倒掉，就这样就去了，对啊，所以就是有一点那个危机感。对啊，想说还瘦下来，对身体的负担比较小。会有差整个精神状态啊，然后体力上也有差，然后看起来人家也说真的年轻很多。国健署调查腰围超标是民众常看的健康问题。19岁以上男性腰围大过90公分35寸，女性大过80公分31寸，都是腰围伤粗，属于代谢症候群和危险群。因为腰围的增加代表内脏脂肪堆积，得到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风险也大大提高。如果有代谢症候群，它可能会增加，比如说6倍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风险，然后可能会有4倍的高血压风险，然后血脂肪异常也可能会比较高，然后心脏中风的风险也是会增加。
所以其实代谢症候群就是比较像是一个红绿灯亮黄灯，然后就是提醒我们该注意。即使是你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是正常，但是仍然都有20%的部分是腰围超标的，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郭建树表示，随着健康意识互人重视，民众其实拢会注意体重管理。也毋过 BMI 无法度反映内脏脂肪的堆积程度，也毋过腰围该为外观，照着牛测测量知影。呼吁民众会当照着健康饮食甲运动控制，定期测量肌肉腰围，来避免代谢疾病。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甲健康有关系，这是工研院公布有开发2项新的目药水，一款会当治疗黄斑部病变，另外一款会当治疗青光眼。2款目药水即马拢已经进入人体试验的阶段。目睭有湿色黄斑部病变的患者，未来若要治疗，可能唔免搁再注射。工业技术研究院开发新的目药水，患者只要遵照医师的指示点目药水，就会当改善病变的所在，远离青霉的危机。那工研院开发的这个眼底传输技术，可以把药物直接传送到眼底，所以就可以取代目前眼睛打针的治疗方式。那我们在实验中也证实了这样子的治疗效果是跟直接打针的治疗效果是相当的这样子。除了治疗湿色黄斑部病变以外，工研院嘛推出新的青光眼目药水，会当解决目睭压力欠悬的问题。一滴目药水滴落去，同时伫目睭面甲目睭底解除压力，加速治疗的过程。一个药物上面可以去同时作用在2个治疗的靶点，2个靶点加成的话，它的降眼下治疗的效果会是更好的。这2项目药水拢已经进入人体实验的阶段，预计上紧明年就通完成试验，进入生产的阶段。另外，工研院这站嘛参经济部技术处合作，建立目睭药创新基地平台，和医疗甲科技产业互相交流。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开喙狮是招安客家人的三宝之一，代表庄头团结对抗敌人。阿弟分人的论辈，有一个专门咧研究开喙狮文化的文史协会，长期嘛有开办咧教人做狮头，而且还有举办展览，希望要互大家了解客家狮的历史文化。开喙狮是招安客家人的三宝之一，有插各种色的无同的造型，大大细细狮头，甲咱一般看到的人狮、台湾狮、广东狮相差上济，就是伊细细角角的开喙。上早会当找到清朝的道光年代，是表明客家人保卫乡里的团结精神。狮头有很多种，也有开口狮，也有闭口狮，也有很多什么蹦鸡狮啦，鸡人狮、狼啊狮，很多种狮，也有文狮、武狮，也有老狮。长期咧研究这文化的马里干文史协会总干事杨永雄，因为对狮头文化真有兴趣，所以伊不止去到各地找找相关的资料，佮开办开喙狮制作课程，了解各地狮头特色，嘛拍拼找机会，要展出家己甲班员大家作品。主要是借着这个狮头去来认识一个狮头文化及它的一个渊源、一个起源所以我做的那些狮头20-30颗，其实都不一样的形状了。它有些是仿照那个大陆原乡的它有一些差别跟互相的关系。但因为跟杨老师接触的之后，他发现他对狮子很有热情，然后我就想说，我自己是教客家话的，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去了解开口狮的过程是什么。所以呢，我就参加了第1期跟第2期。刚开始做真的很困难，但是我做得很开心。杨英雄所开设的狮头制作班，当年学员拢会选出因上满意作品，参加招安客文化节摆展，公开客家狮对初批、古纸、规站的过程，了解客家开喙狮文化，传承精彩的工艺手路，让大众看到在地保存、推广招安客文化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阵无共族群、无共部落的原住民少年家，同齐推出翻唱传统歌谣的唱片，希望声更较侪人来欣赏部落的歌声，嘛希望将因的族语和文化透过歌谣传承落去。柔美的歌声唱出部落传统的歌谣，一阵原住民的少年家，有的是排湾阿美斯的族人，有的是拉鲁瓦加纳夫，因同齐出唱片，翻唱因家己部落的传统歌谣。就是借着这次的录音方式，然后就可以存起来，然后以后等小孩子长大，这些都可以听到，这样。就希望自己
的族的青年可以去学习自己的歌谣这样。这阵少年家自2020年开始，回乡找部落的士大人学唱传统歌谣，佮结合流行音乐的元素，推出翻唱的专辑《笑舞舞的歌》，今年已经出到第3地啊。让我回到部落去认识我自己的亲戚，然后我自己的部落就是姨娜们，然后他们也其实知道我要录歌曲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积极的去帮我们找有哪一个部部很会唱古谣。咿呀呀咿呀，哦啦喏，咿呀哦啦喏啦哩呀哩。目前因嘛当咧规划要搁出第4块唱片。而且嘛，甲唱片送予全台344间部落的小学，希望鼓励囡仔继续传承因的族语甲歌谣。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美国。美国有警察咧抓嫌犯的时抓着人啊，而且用手铐把这嫌犯铐伫车内。啊，若这台警察车就拄好停伫铁基路，就遮自死，搁有一台火车驶过来。警察看到火车来啊，敢若顾家己的性命紧选，把这个嫌犯留伫车顶，伊全去互火车弄甲重伤，无死嘛半条命。遮尔罕古的代志，这是引起议论。美国的检察官即马要依照过失杀人未遂，甲警察起诉。一台警车停伫铁基路的边仔，一个员警对头前的女驾驶大声喊，叫伊莫反抗。Turn around.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Put your hands up higher. 这个20岁女嫌犯冈萨雷斯涉嫌一件道路施加暴力案件，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警方接到通报，讲有驾驶伫开车时阵，去冈萨雷斯压情威胁，紧急出动追捕。警方伫一位铁基路附近抓到伊，扣手扣了后，关入警车后座。What's going on? Ma'am, what's going on? I'll tell you in a second. Take a seat. So confused. Can I get my cell? I will get your cell phone for you. Take a seat. 甲遮拢无问题，问题是这台警车就停伫铁基路顶，警察才拄啊甲犯人关入车内，就听到火车声。我头一个看，一台货物仔车就快速驶过来，有员警大声喊紧走，离警车上近的这个真正滑头就走，都甲嫌犯留伫车内。结果警车互列车高速冲撞，冈萨雷斯对警车弄入去附近的草坡内。不过伊真正命真论，虽然脚肌扁仔骨、手骨也甲骹拢骨折，也有大细空喙，住院12天才出院。不过总算活落来。警察这种的做法引起真侪议论。检察官已经伫初7，依照过失杀人未遂、二级袭击罪这罪嫌起诉2个员警。公视新闻7万0编译。继续关心2011年世界杯卡球比赛，11月20就伫要伫卡达起过啊！那卡达是穆斯林的国家，较保守，而且同性恋嘛是违法的。进前就有风声讲，对同性恋下性别者，也是多元性别的族群较无优先，嘛会侵犯人权。虽然国际卡球总会是讲，因表示讲欢迎所有的球迷去看卡球比赛，不过这个族群的人去到卡达，敢有安全？即嘛引起讨论。提应有卡达大埔阁拘留的 LGBT 族群的一张海报，英国 LGBT 社会运动家塔切尔10月下旬，一个人伫卡达国家博物馆外口抗议，警察甲便杀官员向前检查伊的护照甲文件，阻止抗议。不过塔切尔强调，世界杯期间将卡达侵犯人权的行为，互所有人看到真重要。Qatar is a serial human rights abusing regime. It abuses the human rights of LGBT+ people, women, migrant workers, and liberal Qataris. We must not allow Qatar to secure a PR victory in this World Cup season. 总部伫美国的人权观察表示，采访6位 LGBT 的卡达民众，包括4名跨性别女性、1名双性恋女性，甲1名男同性恋者，拢表示，2019年到2022年期间被拘留，搁互拍甲站在内的身体甲语言虐待。不过，根据路透报道，1名卡达官员表示，人权观察指控有明确错误信息。
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的卡达同性恋医师纳斯穆罕默德讲，国际卡总几廿摆表明，无论出身背景、宗教性别、性取向还是国籍，每一项拢受欢迎。卡达国王也强调欢迎大家来，因过期待文化上尊重，因过对伊来讲，欢迎无等于是 LGBT 求袂是安全的，保证是假。But you have to respect our culture and tradition. It seems like a ticket out for when something goes bad, because you can just deflect the blame to the victim. 纳斯穆罕默德认为，卡达政府未伫比赛期间积极找找甲迫害 LGBT 游客，因为有关提醒，去卡达世界杯的人上爱注意的是自身安全，看完比赛就离开。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第27届联合国的气候峰会 COP27 伫埃及召开。联合国的秘书长伫开幕时有表示，全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直咧增加，若阁无作为，大家会同齐摔落去地角。若伫今年中有1/3的国土去互大水淹去的巴基斯坦，因伫会中嘛表示，这场大水是造成因的国家300亿美金的灾害损失。因希望好业的国家会当担起责任，甲开发中的国家斗相共。We are on a highway to climate hell with our foot still on the accelerator. 这多年来一直发讲爱赶紧减碳的联合国秘书长国体瑞士，初次伫埃及举行的 COP27 开幕大会，各一个话是讲了真重，呼吁各国的领袖甲代表，即马咱已经是踏伫生死门啊。And our planet is fast approaching tipping points that will make climate chaos irreversible. 极端气候带来环境的天灾，巴基斯坦伫今年有1700外人因为做大水不幸死亡。总理谢立夫指出，几廿百万的百姓有路无厝，就连上介基本的生活需求拢真好照顾，至少要开300亿的美金才有法度复原。伊强调讲，损失甲损害赔偿的专款，对开发中的国家来讲是救命钱。The gap is much bigger, and it must be filled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to not let helplessness become a death sentence in this race against time. 针对这点，出席 COP27的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表示，已开发的国家对气候债务的承诺应该照拼照行。伊甲德国总理肖兹拢认为讲，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互大家重视能源转型，涉及国安议题。They are a reason to act faster. Because diversifying our energy supplies by investing in renewables is precisely the way to ensure ourselves against the risks of energy dependency. Der Umstieg auf erneuerbare Energien, das Einsparen fossiler Brennstoffe, darin liegt nicht nur ein Gebot vorausschauender Klima-, Wirtschafts- und Umweltpolitik, sondern auch ein sicherheitspolitischer Imperativ. 超过100个国家的领袖参加 COP27 大会，不过美中两大世界排碳国的元首是拢无出面。接受各国领袖甲代表会针对公正转型、粮食安全甲创新财务等等的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最近这几年因为气候暖化的问题，也有大片的火烧山，造成野生动物大量死亡。澳洲政府即马是宣布讲，未来10年因要实施零灭绝的保育计划，要甲三城的国土，大约是5000万公顷的土地，全部拢列作保护区。另外，南非即马较食力的是出现禽流感，造成大约有30只共要绝种的企鹅死亡。食果水的有尾熊、有的摸树仔、有的坐树仔顶，向树仔骹看。有真侪珍贵野生动物的澳洲，这几年因为气候暖化，常常发生野火，也破坏动物的栖地，造成真侪动物大量死亡，数量超过10亿只。真侪动物强要绝种。为了要保护这寡动物，澳洲政府随时宣布未来10年要实施濒危物种零灭绝的计划。This plan is a more ambitious plan. It includes a target of 0 new extinctions. It delivers on our target of protecting 30% of our land and 30% of our oceans by 2030. 按算优先考虑保护110种物种加20个所在，并且将三城的国土列入保护区管理，面积5000万公顷。The state of the Australian environment is bad and getting worse. We are the mammal
the mammal extinction capital of the world. We've seen around 100 species lost. 除了澳洲，伫南非地区的博尔德斯海沙堡保护区也发生濒危骑鹅物种死亡的情形。当地是有名的观光景点，也是重要骑鹅的生态地。但是自8月中开始，只敢剩3000只的非洲骑鹅，有28只感染禽流感死亡。 It's been affecting seabirds in South Af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e last year, and we've had thousands of birds die. 保育组织解剖尸体，发现病毒加2021年引发的燕鸥等禽鸟类死亡的病毒株正同，科学家将会继续监测破病的互因安乐死，那死去的鸟仔就用回收来减少禽流感病毒株的传播。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天气报你知，介乡亲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8度。 外岛是18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